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95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95篇，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恁毋通硬心，亲像伫米利巴的时。亲像伫旷野的马萨迄一日，迄时恁的祖先考验我，虽然因有看到我的作为，犹顾试探我。40年久，我讨厌迄世代的人。我讲，因是心神无定的子民，因毋捌我的道路，所以我伫受气中立誓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的土地安息。诗篇95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诗篇，特别我们在第5节、第6节，我们在做礼拜的宣召，也会经常来引用这一首的诗篇。那在圣诗的起应文当中，起应文的第22篇，我们也会读到诗篇的95篇。关于这首诗的作者，并没有清楚的记载，但是呢，很多的人认为这首诗篇呢，是一首祝棚节的诗，那有可能呢是在被掳归回之后，祝棚节所唱的诗篇。但也有人认为呢，特别是在圣经当中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认为这首篇就是大卫的诗篇，所以希伯来书的第4章第7节就说，这首诗篇他引用诗篇95篇，同时也提到这首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这首诗篇出自于大卫。那我们之前有提到，从诗篇的93篇到100篇，这几首的诗篇呢，都是在颂赞神为王的诗篇呢。那特别今天这一首95篇呢，也是颂赞神为王，并且赞美神，他是创造者，是保护者，同时也提醒百姓不要像旧约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背弃神、背逆神哦。那除了希伯来书认为是大卫所做呢，我们在希伯来书甚至的希伯来书5次引用诗篇95篇，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的3章第7到11节，还有呢就是希伯来书的3章15节、4章的3节、4章的7节，还有5章的7节，好，总共有5次来引用诗篇95篇，来讲到关于耶稣是那超越摩西上帝所赐最美的中保，还有就是神所赐那更美的安息。那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好，在第4章的结论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哦。那诗篇95篇，好，这首诗呢，好，可以分为2个段落，好，因为总共只有11节。第一个段落是1到5节，诗人呢宣召，他一个宣召也是一个呼召，所有的民众要来向神欢呼哦，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欢呼的时刻。第一节来吧，我读和合本，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以感谢来到他面前，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成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好，所以这首诗篇一开始第一节呢，就是一个邀请，好，是一个来吧，come，
好，就是我们一起来做什么呢？向这位神来歌唱，他是我们的磐石，向他来欢呼，表示呢，他一定是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而且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呢，才会诗人邀请大家，好，要为这位神，为这项众人所做的事情，来到他的面前，用诗歌欢呼，向他歌唱。第3节讲到原因，因耶和华是伟大的神啊，他是大有能力的神，而且呢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哦。所以当我们认识神是伟大的神，当我们知道神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我们都应该来向他欢呼，向他歌唱，因为他救我们是别的神所不能救的。而这位伟大的神大君王呢，统辖全地，所以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最高峰也属于他，所以从最深的地方到最高的地方，都在这位全能大君王的统管的范围之内，他的权力高至诸天，好，那升至这个地的深处。所以呢，不论是海洋，或是旱地，或是陆地，都是他手所造的。所以，光想到这一点即便上帝没有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位创造世界的神，创造高峰还有深海的这一位伟大的君王，我们就应该要到他的面前来欢呼、来敬拜，用诗歌来向他称颂。而第二段呢，是从第6节到第11节讲到呢，好，诗人呼召百姓要向神来敬拜，但是也提醒众人不要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的顽梗悖逆啊。第6节，来呀，我们要匍匐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玛撒的日子。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3章、第4章的时候非常熟悉，会引用的这一段经文哦。所以第1节讲到来啊，第6节又再一次讲到来啊，所以是更进一步的，就是前面说我们要欢呼，要用感恩的心到他面前，要用诗歌向他来赞美。但是现在呢，又更进一步说，我们还要匍匐敬拜、跪拜。这里有3个动词：匍匐，然后呢敬拜，然后再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唱歌而已，我们要更深的赞美神。好，那是用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的时候呢，我们是会从心里面用心灵和诚实，全人全心全意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呢？第七节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所以这个关系就是他是牧养我们的，而我们是被他所喂养的，是他手中的羊，是他意思就是神所带领的羊群。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个话的原文就是听他的声音呢。好，所以呢，就是羊呢会认牧者的声音。好，这是在约翰福音耶稣的说的。好，所以牧者也会听羊的声音。所以既然是神跟子民的关系，就像是牧者跟羊，而我们应该要认得神的声音，认得神的话。好，但是第8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米利巴。好，那这米利巴，好，就是在这个
出埃及记的16章，还有到17章所提到，他们过红海之后，在西乃山，在利非定，他们在那边纷争。后来这个纷争呢，好就是米利巴的意思就是纷争，或是在旷野玛撒，好玛撒呢就是代表试探，好在那里试探神，在那里进入诱惑。试探神，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听神的声音，好，他们只有欢呼，好，只有感谢，只有赞美，却没有服服，却没有敬拜，却没有跪拜，以至于呢，在旷野当中，好，后来遇到失败，好，因为没有全人的顺服啊，好，所以我们只有拍手赞美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全心全意、全人的全然的顺服、降服在神的面前呢、这才能够真正的和我们的赞美才能够合为一啊。所以诗篇又继续说，有40年的时间，我厌烦那世代，就是神只看到这些的百姓，他们只要看到成功，他们只要看到正面，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委身，他们却不愿意受苦，却不愿意顺服神。所以神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啊。迷糊的意思呢？啊有几个这迷糊意思有犯错的意思，或是呢有漫游的意思。好，就是呢就好像是这个到处在漫游，没有目标。还有呢，这迷糊意思就是像喝醉酒、酒醉一样啊。那现代中译本说他们是不忠，对上帝不忠实。好，所以没有竟不晓得，竟不知道我的道路哦。这个知道呢，有好几个意思这个知道就是查看，或是没有经验，或是没有领悟还有在创世纪有用这个知道，就是丈夫跟妻子同房，也是用知道这个字啊。所以在旷野当中，这一群的百姓，他们被摩西所呼召带领，要进入应许地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呃没有真正的服敬拜，没有真正的降服于神，以至于最后神就在怒中起誓，神就定了誓约，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要解释的。上帝又另外设了一个安息，那个安息呢，不是只有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呢是我们要竭力进入的安息那个安息呢，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得到恩惠，得到怜悯，得到帮助的安息。而这个安息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安息不是只有在安息日，是每一天。今天你们若听他的话，就是第7节。今天你们若听他的话，那今天就能够得到安息。这是希伯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这首诗篇95篇是一个很重要的诗篇那多重要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多5次的引用这一首诗篇，而且借着这首诗篇呢，来教导什么是竭力进入那安息，有一个比安息日更美的安息，在那边预备等待，是神的预备。而且呢，这个安息呢，是从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是能够将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向神赤露敞开，向主来交账。所以，当我们读今天这首诗篇，我们要颂赞他。我们不是只有服敬拜，我们也要颂赞，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是伟大的神。但我们也要敬拜他，要跪拜他，要顺服他，要委身在他面前，因为第7节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不是别人的神，他不是拯救外人的神，拯救别国的神，他是拯救我们的神。当我们从今天这首诗篇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与主来连结，而且能够听神的话，能够进入神的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救我们脱离凶恶的神，引导我们不进入那试探的主。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你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带领我们能够来经过来胜过一切的危急危难所以我们知道你是
拯救我们的神，我们要向你欢呼。但我们也知道你是引导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更深的降服于你，要匍匐在你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也要跪拜在你的面前，顺服你的旨意，顺从你的带领。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草场的百姓，是你手中的羊。愿你的话每一天就像是那玛纳，也成我们的力量帮助，让我们能够观看你的作为，同时也要跟从你的道路，顺服你的心意，能够进入到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当中。我们线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